曾经我跟你一样，也怀过他孩子。当时我也想生下来，不过他不。咱们之间谈不上报复，你又没有害过我。只是我知道，你想要用这个留住他，可是我不想让你得逞。其实他根本就不喜欢孩子，要不然怎么会轮到你生？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朋友柴田先生。我现在在皇军特高科工作，有什么事儿来找我吧。报钟。这家照相馆已经开了很多年了，要不是因为战乱，我是舍不得把它租出去。你们也看到了，这个地段有多好。我已经想好了，到时候我会把这个楼梯先封上，从后门我再开一个楼梯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互相影响了。挺合适的。不过租金能再便宜点吗？太太，这已经是最便宜的了。好吧，那我们租了，钱已经带来了。这个钱好像不对吧？哦，这是半年的租金，我们现在只拿得出半年的房租，您看能不能先付半年的？可是我们说好了要付1年的。我们实在是拿不出来了，您为我们也想想吧。要是我们挣了钱，我们再多付点，行吗？他们这要开什么店呀？开西饼店。你外公要是看见了，一定会很难过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，谁让世道变了？没关系，没准哪天啊，又把它挂起来了。对，这块匾一定要留着，说不定哪天会恢复它的辉煌。就是。那真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。这些米啊，应该够吃一阵儿的。你可真是帮了大忙了，看来家里没个男人可真不行。我给你去倒点水。就这么几袋米啊？我妈给你这些钱，可不止买这些吧？这米涨价了，您不知道，现在这米啊贵得离谱。我看了，那米里面有很多糠的。这已经是很好的，市场上没有，这还是我从一个大户手里匀过来的。你这孩子也真是的，老王帮了我们这么多，连句感激的话都没有。你别理他，他就是个病人。我不会计较的。
谢谢。对了，刚才啊，路过银行的时候，听一个熟人说，日资的股票现在涨得很厉害，大家都在抢。股票啊？那不保险吧？现在什么保险？现金啊，贬值得更快，真还不如买点股票。可我们哪来那么多闲钱啊？贤马上就要生了，这些钱得给他留着。那倒也是，可是错过了这个生钱的机会，实在是有点可惜。目前没有什么问题，只是你回去要加强自身的营养，你应该再胖一点，这样呢，以后生孩子就更有气力了。你坐稳了啊，抱着我呀！你要是摔了，我可负不了责任啊！抱紧点啊！坐稳了啊，走了。谢谢。你呀，听我的肯定没错，用这种发卷烫出来的头发会很好看的。可是你不能做的太密了，把我弄得跟个老妖精似的，一会儿我出都出不去。您一点不老，哎，用它烫完头以后啊，你会显得更年轻。哎呦，不行，你别闹了，这不行。我保证，你听我的，没错啊。咱们小点声吧。这是我家，我想怎么说话怎么说话。这头发难看死。这个啊，还没有成型，成型以后就会很好看的。我正在试着一种新的发型，你要不要试试？给我做，你也配？怎么说话的？你吃他这一套，我不吃。你别太过分了啊！我们没招你，没惹你的，你哪来的邪火冲我们撒野？我们？他是你谁啊？还我们？你不嫌丢人啊？丢人？你还知道丢人啊？让人搞大了肚子，又被人扔了，还有脸说我？我是跟你学的呀，有什么样的妈就有什么样的女儿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别吵了，我一会儿就走。你去哪儿？我不想你们俩因为我吵架。这是我家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别走。要走让他走。为了这么一个男人，你要赶我走？是又怎么样？你要是看不惯的话，可以滚。好，我可以滚，我现在就滚。这样不好吧？小姐她还有身孕，你不能这样对她，别因为我。他真的走了。
怎么生出这么一个女儿？你别往心里去，她怀着身孕，情绪不稳定是正常的。可她毕竟是你的女儿，而我只不过是个外人，我不希望你们因为我这个外人。在我心里，你已经不是外人了。那你也不应该让她一个人往外跑。现在外边这么乱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……哎，你说，他不会出事儿吧？啊？我只是随便说说，你别担心，肯定不会有事儿的。他去哪儿了？他还有着身孕，我不该让他滚。好了好了，你别担心，咱们这么找啊，也不是办法。要不这样，你回家等着，我去找找，说不定他找不着住的地方，就回家了。我不该让他滚。好了好了，别担心别担心，他真的不会有事儿的，你放心好了。你回家等着，我再去找找，啊。不该让他滚。放心，没事的。他滚，不该让他滚，不该让他滚。别讨厌啊，急什么啊？别想了。我可等不及了。你个死鬼！没事儿，这没什么人。把你急的，别着急啊，起来就是了。哎呀，讨厌一样的。哎呀，着急了。就在前面啊！哎呀，真是的，你这个人。你怎么在这儿待着？快快进去！半夜了，天越来越冷。你回屋里等着，我拿件衣服，我再去找好吗？你别担心，有我来，我一定能把他找回来。一定要把他找回来。他怀着孩子呢。你就别瞎想了，他会没事儿的。我害怕。要不这样吧，天亮之前，
咱们还没有鞋的音讯，咱们就去警局报警，那样肯定就会把他找回来的。你女儿是不是去她男朋友家了？她没有男朋友，她可能会去的地方我们都去找了，都没有。老总，孩子还带着身孕，所以求你想办法，一定帮我们找到她。她没有男朋友怎么能怀孕呢？她男人跑去香港了，不在上海。求求您了，帮我们找到她好吗？好吧，那我们尽力。一定要找到她。现在呢，我们的人手也不够，上海又这么乱，租界的外国人管一摊儿，我们管一摊儿，日本人也要管一摊儿。日本人，他会不会让日本人给抓走了？啊，会不会？你女儿是抗日分子啊？不，我们都是良民。他会去哪儿呢？别哭别哭，这是警察局，要哭出去哭。这呢？哎，老总，您别跟一个女人生气，她最近心情不好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们想办法，不用着急。你能不走吗？我害怕。我想应该没事。睡吧，肯定不会有事的。妈，妈。老王，有人敲门。别怕，我去看看。小姐，你可回来了！你这2天去哪儿了？我和你妈可一直在找你。贤，你去哪儿了？
对不起，我不该让你滚。是我碍事儿了。我要是死了就痛快了，可我舍不得肚子里的孩子。医生，他怎么样啊？胎心有点弱，大人的心率也有些不齐。那要紧吗？孕妇最近是不是情绪不太稳定，容易激动啊？还有什么？你女儿太瘦了，要多增加营养。家里呢，要安静，让她保持心情舒畅。姐，你去哪儿啊？贤，你在大厅等我啊！医生，那胎儿没事吧？胎儿正常，不过不要再让她受到什么精神刺激，这样会影响胎儿的健康。知道，谢谢。你先回家去休息，我跟你去买一只鸡，让你补补身体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去哪儿买鸡啊？我去找老王，让他想想办法。他能有什么办法？你就别操心了，赶紧回去吧啊！小心点啊，单柜里。你们干嘛？找谁？老王呢？把老王给我叫出来。什么老王？美发店的老王。他不在。别骗我们啊，否则对你们没好处。他真的不在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高丽公司的。老王呢？什么老王的？我们不认识老王。你是他的姘头吧？怀的还有他的孩子。说什么呢？滚！滚！我们来找老王的，我们是来找老王的，你别撒泼啊！别撒泼！来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欠了我们老板高利贷。滚！走！滚！我早就跟你说了，老王他不是个好东西。喝汤。你不是说老王很可靠吗？现在你让他住到我们家里来了，他居然敢去借高利贷，还把我们牵扯进来了，这不是在害我们吗？这事儿你就别管了，也许他有他的难处。难处？你知道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替他说话？我告诉你，他就是个混蛋，你是被猪油蒙住了眼睛啊，你看不清楚啊。哎呀，你这孩子也真是的，不要总是把别人往坏里想嘛。我是为你想。你别说我没提醒你啊，我看你最好把你的钱看紧了，别到了这把年纪，最后被一个老白脸给骗了。上次跟你说了股票的事儿，我想可以赚一笔，也可以让咱们的日子宽裕一些，所以就借了些钱。可是没想到血本无归，要早知道这样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再怎么样也不能借高利贷啊！我是怕你担心。你知道放贷的都是些什么人吗？都是些亡命之徒。
尽快想办法的，不会连累你们。我走了。你要去哪儿？我继续住在这儿，会连累你们的。你不住这儿住哪儿啊？你不是已经把房子退了吗？这样吧，明天拿2件首饰去当。用不了几天，我就要生了。怎么样，也要买套新的床单吧？买新的，用得着吗？等你生的时候，帮你洗干净不就完了吗？那能跟新的一样吗？我的孩子也应该睡在新的床单上。这孩子刚一出生，知道什么是新的，什么是旧的呀？他不知道，我知道。这新的和旧的用起来心情能一样吗？再说了，你做的那些都是用旧床单改的。你懂什么呀？旧的软和，给孩子用更好。再说了，我们今后用钱的机会多的是，我们能省就省吧。省给谁啊？贤要是能像你那么体谅人就好了。他还年轻，以后啊，慢慢会明白的。都快当妈的人了，还长不大。别跟他计较，我不想因为我的问题，让你们母女俩闹矛盾。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。他主要是看不上我。老王，委屈你了。看你说的，遇上你啊，真的是我这辈子的福气。你来干什么？天凉了，小心吹了风。出去。你误会了，我是真心对你好。我妈被你这点小把戏骗了，你别以为我跟我妈一样傻。我不想解释，为了你妈好，我什么都不解释了。你怎么说我都可以，可你自己千万别怄气，那样对孩子不好。出去。好。
对了，我一个绸布庄的雇主逃难走了，给了我一条丝巾，送给你吧。你怎么不送我一条钻石项链啊？你可真会拿我开心，那么贵重的礼物，只有孟老板送得起，我可不行。你知道就好。把这破东西拿走。看来你对我的成见太深了。先要生了，快！贤，再坚持一下啊，马上就到了。老王，你快点，再快点！再坚持一会儿，马上就到了啊！老王，快点！好。过去吧，现在宵禁，谁也不能过去。那儿不就医院吗？你通融一下行吗？现在戒严了，过去就是送死。我女儿快生了，她坚持不住了，你让我们过去吧。不行不行，都散了，都散了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都散了，都散了，散回来就完了，过去吧，散了，过去吧，过去吧，过去吧。我去找接生婆去了。使劲！来不及了，去拿热水，还有毛巾。哎，好，坚持一下啊！用力，深呼吸，咬住。实在是没劲儿了。使劲儿，孩子马上就出来了，你这个时候不能够放弃，听见没有？啊，听见没有？不能放弃。让我死的！你胡说！我还没死呢，轮不到你。再坚持一下。
下，坚持，用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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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放了我吧。再使劲儿，再使劲儿，再使劲儿，再使劲儿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是我毁了你的一生。辛苦我了的，我没有好好的相信你。妈，对不起，靠不住了。我的女儿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能不扔下我不管。你要是扔下我不管，我就跟你拼命，不管你去哪，我绝饶不了你。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就是把你给生下。你要陪着妈，妈只有你了。再试试，再试试，深呼吸。生了，太不容易了。是啊，这下你该当外婆了。怎么样？你都买到吗？买到了，买到了。你看，你看，这鱼呀，还有鸡蛋，这是给贤啊下奶用的。这奶粉和糖是喂孩子的。这个怎么吃啊？外婆自己认识吗？我也不认识，就按一般那样喂它，应该差不多。你在哪儿买的？难买吗？不好买，我也是通过关系在黑市上买的，要没关系啊，根本买不着。贵吗？贵是贵的，可进口的奶粉营养价值高，现在让它吃好点儿，将来对它身体好。咱们省下点口粮，也不能亏了孩子。你现在是当妈的人了，以后什么事儿不能总由着自己的性子，听见没有？妈，我刚刚一直在想，要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呀？我去找一个算命先生吧，按照他的生辰八字给他起。叫芝，怎么样？芝。为什么呀？当初我知道我要演白梦芝的时候，就很喜欢这个字。如果它能叫芝，就可以实现我的愿望。我的这个梦还有人可以延续下去。芝。这个名字挺好听的。芝，他也很喜欢这个名字呢。妈，这个给你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孟老板从香港给我寄来的汇款。我一直藏着，
你去银行把它兑了吧。